这寺里的和尚人还不错的，也是慈悲。小姐说变难快要开始了，该过去了。嗯。你真不去？不去了，会被打出来的。走吧。小贱种，谁让你来点许愿钱的？司礼说知锦锦梅不打紧的，还敢顶嘴？站长，让你顶嘴。这可比偷壶有趣啊！啊！我不敢捡了，我再也不敢捡了。现在求饶也晚了。只是捡几枚铜钱，何至于此啊？你又是哪来的寒门猪狗？陈哥哥，没事的，我不疼。砸到你了吗？你又是谁？本世子从北凉而来。北凉，徐凤年。他没来，他应该已经在寺里了。那他为什么不来变难？今日报国寺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？在场都瞧见了，你偷袭本世子，图谋不轨，我无奈之下只好拔刀反抗。我砸的是他们俩，还信口雌黄。知青坛变难，全江南文士汇聚此地，你怎敢行凶？就不怕国法吗？你知不知道琉璃亭死在我手里啊？就是他呀！这么多天了，府衙也不找人，我想这是江南太好客，我多杀一个也无妨。这和好客有什么关系？不可！你要救他？你能杀了他全家吗？杀了他，你可以扬长而去，但这丫头走不了。对方家族不敢报复你，可他怎么办？我走了之后，你要是敢找他们麻烦，我就回来，明白吗？归姓。在下，陈希亮。陈希亮，你知不知道今天变难的题目是什么？王霸之变。何为王？何为霸？以德行人者王，以利假人者霸。既然知道，敢不敢与众人变难？我陪你去那边院子，谁要说你没资格，我手里有刀。你先回家吧。不，我跟你一起走。那你在寺门口等我，把鞋子脱下来晒一晒。去吧。我跟你过去。我以为你会拒绝。我不傻。只有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你麾下的走狗，才能保住我跟他的性命。你知道我是谁？他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北凉徐凤年，天下第一纨绔、最跋扈的草包。像你这样的草包，天下多几个才好。严刑罚，明法令，威令行事，尊君卑臣，故能兼并天下，可成大国。然而此般行事，一生尽力暴虐之心，天下无亲，人伦皆丧。宗庙有覆亡之危，礼数有崩坏之险。
古之王者，仁邈天下，教以爱，实以忠，不夺民时，正有荡荡之德。天下有道而生，民皆乐也。放屁！我换个文雅点的方式，他刚才说的这些，全都是废话。徐凤年，尊王剑霸，都是扯淡。别都看着我，我不会说话，他替我说。清谈变难，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开口的。你说你的，谁不让你开口，我就不让他开口。我要说的很简单：若能经世，义必有利；若可济民，道必有功。因为霸，故本于王。王霸并用，此等事公心态，只会毁去儒家根基。若世上只剩蝇营狗苟，我辈当哭500年后。若不能固利，不能济民，哭500年又有何益？当下百姓食不果腹，他们该向谁哭去？荒辈之论，鄙俗之言，这还算什么清谈变难？天天清谈，除了怀念所谓的先故盛世，还有何作为？引经据典，话说的倒是漂亮，能让百姓多吃1碗米，多穿1件衣吗？只有争论不见形式，有害无利，清谈误国，就是从你们开始的。你放肆！一派胡言，说的是太无理。给我好好说话。你是什么人？北凉徐凤年。当天杀人的那个，听说死得可惨了。凤年，就是他是。对呀，就是他杀人的。一个个话说的听不懂，看见刀倒是知道害怕。你接着说。我找了些当年灭楚的老兵，让他们看看徐凤年身后的那些女子。不用了。你怕了？国战未起时，我去过楚国王都，曾见过楚国王妃，这张脸和当年王妃几乎一样。是楚国公主？应该是。你家族兄就是死于楚国王室之手。没错。那你还犹豫什么？还不赶紧动手！你杀楚国公主，我杀徐凤年。你以为卢家会为了你去得罪北凉吗？你不敢复仇了？你什么意思？我要是杀了楚国余孽，或许会激怒徐凤年，到时候我就把你交出去，用来平息北凉怒火。卢家绵延至今，靠的不仅仅是有仇必报，也要学会和光同尘。你背信弃义，动手吧。所谓义利，未必就是背驰之道，单纯求得不明律法，只会让天下大乱。你们追崇远古之事，可沧海桑田，人心早已不古。所谓王道者，民民无声，那还不如官吏施政清明来的有效。这就是北凉的处世之道吗？我觉得他说的挺好。世子，这是想和天下读书人为敌呀！别老往大里说，江南不是天下，你们也代表不了读书人。小叔，家仇是小事，他是谁？
我家侍女啊。世子应该知道卢家和楚国的仇怨吧？这和他无关。世子只要把他留下，卢家会支持世子成为北凉之主。朝中若有风吹草动，卢家会给世子送来消息。一个侍女换一个家族，如何取舍？世子应该不难选择吧？是不难，我不换。你不劝劝他吗？小叔这些年对我的好，我都记在心里。任何其他事情，我一定站小叔这边。唯独凤年的选择，我从来不劝。他选择什么，我就支持什么，不然怎么算得上姐弟呢？世子放心，我不会杀你。把他拿下，我会亲自送你离开。我大概不是你的对手。世子只要把路让开，卢家会给你补偿。我也劝你一句：你敢动他，我会穷尽一生毁掉卢家，说到做到。当年灭楚之战，卢家是死了一个嫡长子，但为这一个人，换家族覆灭，值得吗？当年要不是族兄，我这条命就没了。我明白了，那就战吧。嘿，走走。怎么？你也想继续变难啊？我等人。走开！我答应陈哥哥在这等他的。这位先生，今日变难已经结束，请回吧。拦住他！世子学武不久吧？是也觉得本世子太天才。确实是天才。王重楼虽然把大黄庭交给了你，但是他教不了你刀法精髓，武学心法。这么短的时间内，就有了大家气象。世子将来或许能成为天下前3之列。我也觉得卢先生剑法高深，既然大家彼此欣赏，要不然别打了，把人交给我，卢某自然收手。卢先生什么条件啊？之前说了，卢家会支持世子继位北凉。不够啊！世子请开价。徐骁6义子最可怕的那个是谁？你应该知道。陈之豹。卢家替我杀他，我把人交出来。陈之豹深得北凉军心，武功心术都是卓绝，不好杀。陈之豹不死，我怎么接手北凉啊？好，
我答应你。最好立个字据。卢先生可带了纸笔？寺内有。你们先出寺，找宁峨眉他们会合。报国寺被围了，出不去。唐熙进行的箭手为箭。我还以为这外号说的是铸剑之术，既是铸剑之术，也是用剑之法。世子放心，不会伤害你的性命。世子。绣青蛇，剑神把这个都传给你了，才入门，这也是你的极限了吧？谁？卢家私事，外人请勿插手。阁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一窍可打，退两步，剑成手势。你能看穿人心？直刺，收剑横挡。后退3步，我偏要多退一步。我不会读人心，我只是说出了最佳的应对方案，是你自己非要多退一步。你扔出那颗石子的时候，
就已经算好了我最后落败的这一步。人心如菊，官子无敌。你是曹长青。我记得你那族兄，当年他就是死在了楚人的手里。如今我被你杀，也算是有始有终了。下杀手了，只是昏迷。多谢曹前辈援手。西楚罪臣曹长青，参见公主殿下。卢白洁要杀殿下，是为报仇，合情合理，所以臣拦他，但不杀他。然而，殿下千金之躯，徐凤年却当作侍女，此等羞辱，臣感同身受，无内如焚。殿下流落敌手至今，臣未曾得闻，是为重罪。有幸今日重逢，就用徐凤年人头替殿下解恨。你认错人了。殿下也许忘了，臣在宫中做齐诏的时候，见过殿下。虽然年数已久，可认错天下人，也不可能认错公主殿下。公主您慢一点。小公主，慢点儿。齐战叔叔，你快来追我呀！小公主，别摔着，我来了。齐兆叔叔，殿下稍待，臣先杀此人。齐兆叔叔，他待我不错。殿下被蒙骗了。我只是普通侍女，世子待我和其他人并无不同。你对他呢？你这是在担心我会和江泥争？前半生我是死士，现在我是世子侍女，仅此而已。你心里就没喜欢过他？死士没资格动心。来吧。现在？不是你想切磋吗？与剑神交手，那人生幸事。前辈稍待，晚辈沐浴更衣，焚香养剑，这样才能使出最好的剑法，不至于留下遗憾。那你去吧，我等你。喂，还有何事？你这沐浴焚香的得有一会儿吧？是。再给我那碗粥。啊？切纸咸蛋行不？好。喂，要不先走吧，打完了我就赶上来。我们在城外报国寺等你。等等，前几日才遇刺客，要不今日还是等前辈一起。那是偷袭，如今我们早有防备，和姑娘不会有机会。再说了，报国寺离阳城不远，又是文坛集会，刺杀也不会选现在。便当快开始了，先过去吵架要紧。哎，走，啊。
这么多人啊！往常文坛集会也都这样。寺内清谈乃是雅士，最多带些丫鬟、侍女，其余下人仆役都等在此处，免得扰了文人的闲情雅致。隔道墙就想隔掉人间烟火？文人清谈都这习惯，我们进去吧。稍等一下。这些公子都很有文采的，肯定能听到很多新颖的观点的。嗯，是啊。世子，没事吧？一路出城，没人跟踪，可算出城了。你们跟我一块进报国寺，这儿人多眼杂，卢家的人不参与变难，寺里反而安全些。徐凤年不该死，你不该在这里。你认识我？你母亲是大楚3000剑士之首，我自然见过你。晋安王把我当作棋子，刺杀徐凤年，但是徐凤年并没有杀我，他对殿下真的不错，并非欺瞒诓骗。若不是两人都为你说话，你已经死了。殿下还活着，实在是天佑我大楚。是父皇求徐骁留我性命。就凭这一点，我可以饶徐骁一次不死。你真有这本事，这些年怎么从没去过北凉？兵者必时急需，北凉为兄弟，不可轻闯。你连皇宫都闯了，北凉之险，远胜离阳皇宫。你怕北凉？哼！若知道殿下在北凉，我早就去了。殿下，这些年您受苦了。我其实还好。殿下看看还有什么要带走的？带走？带去哪儿？当然是随罪臣归楚了。西楚早就灭国了，可楚人犹在。这句话说的不只是你吧？当然，不仅仅是我。大楚幸存之士，已然汇聚蜀地。如今蜀地纷乱四起，这些人都是您的臣民，他们绝望已久，他们在等公主带他们回家。不行，我不放人。我没问你。他是我的。谁是你的？让开！他要将你，我没让。换成是你也一样。我曹长青要带人走，天下谁能挡我？两袖青蛇，李淳罡。我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，不用你说。您不是被留在卢家了吗？你以为我老人家那么容易被骗呢？你一直都在。对上卢白金的2刀，马马虎虎有点样子，之后就乱七八糟了。带一边去，回头训你。今天就算是王仙芝亲临，也休想拦我。你老了，说这废话。齐赵叔叔，殿下，能不能不要动手？曹长青，听凭殿下吩咐。齐赵叔叔，
我能不跟你走吗？公主殿下，如果您留下，只能是一个侍女。这样的身份，他会娶你吗？我没说要嫁他。等一下，既然不打了，要不别站在这儿说，找个地方进屋说。也好。青鸟，你去外面找魏爷爷和宁峨眉他们，让他们守住报国司，不要让人进来。我死之后，请世子放过4万那个小丫头。你为何会死啊？曹长青现身，蜀地乱局将起，天大的事情都被我听到了。我若不死，天理难容。其实你还有一个选择，如果你投入北凉麾下，就不用死了。我若走了，那小姑娘就没人照顾了。把她一起带去北凉。她爷爷瘫痪，加上重病，无法远行，所以老人家去世之前，我不能离开扬州。没关系，你可以留下照顾她。留下。拿着，这些钱可以给老人治病，等老人病好些，雇辆马车一起来北凉。你的意思是让我走？没架打，你留着也没热闹看。你就不怕我传扬出去吗？我要用你，就会信你。陈希亮，见过主公，请主公在北凉等我。不管多久，北凉会等你。觉得这书生可用？可用。真不怕他卖了你啊？士族和寒门在扬州如天地之别，他若想要希望，就只有到北凉去。哥哥若是踏入历史的泥泞了，你愿意跟哥哥一起吗？只要爷爷没事，陈哥哥去哪儿我都陪着。那我们就说定了，等爷爷好起来，我们就离开江南。去哪儿呢？往北去。见过宰府。你来了。这种事儿，我哪敢评论呢？我听说曹长青出现在扬州。有这消息，最后见到，好像是往阳城去的。徐凤年也在扬城。或许可以造势吧。就说北凉和曹长青他们。不，再等等。你那先别急，看看曹长青和徐凤年会不会遇上，遇上了，又会是什么状况？好，有消息，尽快的送过来。宰府放心，去吧。宰府果然勤政啊，把公务都拿到家里办了。啊，把奏章带回府是不太合适，但为国理政也顾不了这些琐碎的规矩了。成大事不拘小节，宰府好气魄呀。
楚国义士潜藏蜀地，苦等公主久矣。徐凤年极有可能是下一任北凉王。黎阳皇室应该会送一个公主给他。北凉虽强，但终究臣属黎阳。江宁走不走跟徐家有什么关系？公主若随我入蜀，便是民心所向。待聚拢旧部，便可重归西楚。而黎阳多一个外敌，北凉地位更加稳固。其次，成了楚国女王，你才能真正和徐凤年身份相当。我和他什么关系都没有。曹前辈，我能说两句吗？第一，养寇自重的事儿，我北凉不会做。第二，北凉秣马厉兵是为了守天下太平，从没有想过叛乱谋逆，让刀兵再起。如此迂腐单纯，怎么能做北凉王？视人命如草芥的大人物已经够多了，我偏要做一个有底线、会迂腐的北凉王。公主怎么选？我没想过做大人物。不是大人物。您是西楚人最后的希望，公主忍心看楚人就此沉沦吗？为什么一定是我？您身上流淌的血脉，为您带来荣耀，也生出责任。公主，王族无权逃避。够了！不要逼他。世子若交还公主，我可以替你杀陈之豹。江离不是筹码，不管你给我什么，我都不换。你想强留公主？她自己的命运，让她自己选择。你想过回家吗？做梦都想。楚国亡了，我们这些人就像浮萍断了根系，从此无依无靠，再也寻不到归处，也寻不到去路。若能与楚人重聚，家乡也就不远了。但是殿下，这不重要。不重要。你有你自己的人生，你不欠我们，因为你不仅仅是公主殿下，你还是我的朋友。公主，我尊重您的选择。我和你走。江离，其实我习惯了当一个侍女，每天读书赚钱，几枚铜钱，买些胭脂水粉，我就能开心好久。偶尔偷吃糕点也不会让你发现。这样的生活很简单，可是我很喜欢。喜欢就留下。可是齐兆叔叔说的对，我有我的责任。太多人期待着我的出现，期盼着绝望里能看见光明。我经历过绝望，所以我知道这一点光明对他们来说有多重要。我是江离，是你的侍女，我也是西楚公主。王族血脉，罪臣曹长青，民女于右威，拜见公主殿下。我的第一个命令，就是你们二人以后见到我无需下跪。公主，礼数不可废。齐兆叔叔，你要抗命吗？罪臣不敢。公主，
我们这就启程。我会离开，但不是现在。殿下何意？江南下一站是龙虎山。是。这次东行除了武帝城，最危险的就是龙虎山了。我想先与他同行，等离开龙虎山，我就随齐赵叔叔西去。我不是为徐凤年，徐家毕竟护我性命，这恩情该还他们。但是殿下，有2个问题。齐赵叔叔，请说。第一条，我已然落面，殿下就不可能再光明正大的和徐凤年同行，否则真成了北凉和西楚联手，溧阳皇帝不会放过徐家。那我假装和你离去，然后一路暗中随行。也好。第2条，这徐凤年怎么办？把西楚公主藏在身边这么多年，徐家怎么向皇室交代？这倒不要紧，这么些年我一直在尝试刺杀徐凤年，一查就能查到，由此推断，很容易得出我一直在隐藏身份、蓄意报仇的结论。殿下一直在刺杀徐凤年，为什么？因为楚国公主的命还是挺有用的，为什么偏偏让我活着？关键时刻是拿我的命换东西。我以为徐骁会要我性命，所以从小就试着刺杀徐凤年。就算徐骁居心叵测，那跟你杀我有什么关系啊？男人都是笨蛋嘛，这还不明显啊？江离知道自己会死，所以不停地刺杀你，是为了让你恨他怕他，是担心将来自己有一天真死了，你会难过啊。你的刺杀从一开始就是因此而起。先不说这个，我刚才一直在想另一个问题：若徐骁真要对我不利，那他会这么凑巧让我偷听到吗？我觉得不会。我也觉得是。我觉得徐骁是故意让我听到这些话的。还有，我一次次刺杀他，真的能瞒过徐骁吗？他为什么不阻止我？你还记得你说的话吗？徐骁常说，为达目的不惜代价。这一行，你们2人恐怕就是代价。我一开始是以为徐骁会把你们交给卢家，可现在想想，齐赵叔叔出现，如果我们跟他走了，那这么多年的刺杀就恰巧为徐家打消了猜疑和隐患，有这么巧吗？因为有你们在，所以刚才他没杀我。我和于右威真正的作用，其实是在这里，而不在卢家。曹前辈，你为何会来阳城？我是为了殿下而来。你怎么知道江离在我身边？我不知道殿下是否还活着，但我找到了这个神符。对，神符是西楚重宝，我在路边的商贩手里发现了它，于是顺着线索，一路找到这里。神符不是在您手里吗？被人借走了。谁借的？王爷想借前辈一样东西。魏爷爷跟您说是徐骁找您借神符。魏爷爷与我同行，原来是为了这一刻。是徐骁设计一切。今日之后，你被带走，楚国公主再现，黎阳再生大地，而北凉的地位就越发稳固，飞鸟不进，良弓不藏。徐骁故意容忍公主刺杀，就是为了以后让全天下都知道徐凤年和公主势不两立。如此一来，皇室更加放心。这世袭罔替的北凉王不给我，还能给谁？这一切，都在徐骁谋划之中。这布局甚至从小时候就开始了。徐骁啊，是个好棋手。哼哼，你不是官子无敌，棋艺无双吗？怎么这会儿倒成了人家的棋子了？西楚覆灭，上一盘棋已经走到绝路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没有再做过棋手。如今寻回公主殿下，重新开局，且看我与天下英雄失手。
殿下，该走了。先造成您被我带走的假象。龙虎山之后，我才会真正离开。就这么走了，有点假。哎，想说什么就直说吧，我懒得猜这么话里藏话。既然遇到剑神，怎能不领教一番两袖青蛇呢？两袖青蛇，动手了。我居然没死，曹长青呢？曹长青认出江离是楚国公主，勃然大怒，对凤年动手了。幸好李前辈及时赶到，与曹长青交手一招，谁胜谁败？平分秋色。曹长青把江离和于右威带走了，李前辈护住了凤年，不曾追赶。果然是楚国公主，可惜没看见曹长青和剑神交手。世子人呢？就在院里。卢先生醒了。他们仅仅只过了一招。是，仅仅交手一招。天人临凡，也不过如此了。谁能想到，人能拥有如此可怕的力量？卢先生既然醒了，还对我动手吗？卢家从来就没想过要跟北凉决裂。今日之事，说到底，都是他的怨恨所致。一切都推给他，总要有人承受怒火。我没有怒火，他恨我是理所应当，算不上死罪。世子宽仁，让人钦佩。我姐选择留下。如果卢家不想和北凉决裂，请善待他。世子放心，我最后送你一程。我在想一件事。什么事？魏爷爷从李前辈手里借走神符，可把神符送到曹长青眼前，再制造线索，让他自然而然找到报国寺的，应该另有其人。魏爷爷初到江南，并没有这样的手下。还有呢？曹长青现身时要对我动手，我记得大姐始终面不改色。你知道有江离和于有为在，曹长青不会杀我。就算江离拦不住他，你也清楚，李前辈没有被骗。今日一切变化，都在你预料之中。江南布局，是大姐掌控一切。我并没有掌控一切。女刺客对你下手，就不在我预料之中。当时真的把我吓坏了。你知道江离是徐骁的戏子，是要送还给曹长青的。我知道，可你一直没告诉我。这些年，我一直看着江离和你。我和你二姐相继离开北凉。从某种角度来说，是江离陪你走到了今天。凤年，相信大姐。只有这样，你和江离的未来才有一线希望。姐，
瞒得好辛苦。姐虽然身体不好，这儿可不输人。听姐的话，安心走，不要担心我，我会比任何人都过得好。然后，等你来接姐回家。让他开心的离开，恐怕等不到回家了。齐赵叔叔刚刚出手，今日探听虚实的人必定不少。等过了今夜之后，我再偷偷回到车队里。殿下有没有想过，徐骁是故意把你留在徐凤年身边？你和徐凤年从小到大的羁绊，还能真吗？可人心不会假，就让我陪他走完龙虎山这一程吧。殿下，如果徐凤年在龙虎山遇险，救还是不救？为什么不救？如果我出手救他，就等于告诉全天下，徐家和西楚并非仇敌。到那个时候，徐凤年可就没有退路了。曹先生武功高，棋艺高，学问也高，就是对这女人嘛，不太了解。何出此言？徐凤年没有退路才好啊，到时候殿下就能把她一起带回西楚啦。齐赵叔叔，我想吃猫。你不要这么残忍吧？还乱说话吗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你以后说话小心点，不然你家猫后果可不好说。偷偷说两句行不行？最好别让我听见。喂，你等等。你知道曹长青吗？20年来，天下武平稳居3甲，有谁又不知道呢？曹长青武技奇艺双绝，曾是西楚名士。西楚亡国黎阳一统之后，曾刺杀黎阳朝重臣不下20余人，3次入京，2次杀入皇宫，面对2朝天子。最近的一次，离当朝皇帝只差50步，最后终究没杀成。若不是人猫寒雕寺护驾，那回说不定真让曹长青取了天子首级。就算没有寒雕寺，也会有别的高手。这50步就是天堑。20余年围杀，曹长青安然无恙，天下前3，何等气魄！突然提起他做什么？曹长青为什么要杀皇帝？或许，他也有家人和朋友，在亡国之战被杀。又或许他心怀故国，想为故人复仇。那又怎么样？若是如此，他或许能护你周全。你要赶我走？我仔细想过，徐骁为了北凉无所不用其极，你的身份或许是他的筹码。所以你就要送我走？只是一说，曹长青行踪不定，哪那么容易遇见？就算遇见了，我也不走。为什么？谁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？或许他是个只会杀人的疯子。曹长青素有曹青衣之名，一袭青衣，雅气风流，怎会是疯子？那万一他保护我要收费呢？我这么穷，我可不走。待在我身边危险。我才不怕，我有神符。你不是借给李前辈了吗？那我也不走，谁知道你又有什么诡计啊？就算要走，我也得先杀了你，才走单行。好，不走。不管徐骁什么谋划，我护着你。
到时候还不知道谁护着谁。那咱们说好了，你没杀我，就不离开。我不杀你，你不许死。一言为定。幼稚。东西搬到后面车上。应将军，那女刺客恐怕还没死心。这一路，劳烦将军多留心些。知道。怎么穿的这么少？今天不觉着凉。今日报国寺聚集了江南文坛半数才子，想好怎么斗嘴了？真要变难或许不行，捣乱还不容易吗？前辈，要喝不？卢家其他不行，周好的不错。不用了。小叔，世子找我。是。一个呢是跟卢先生当面告别，这些日打扰卢家，总要道谢。姻亲之好，不必多礼。还有一个呢，是问卢先生一件事情，请讲。卢家有没有家规？凤年，要是没有，小侄可以帮着想一想。府里有人惹到世子了？我听说这些日子，卢家连下人都对我姐没有好脸色，平日里钱银柴炭各种克扣。若是卢家不方便，我北凉可以每月寄些银子过来，不让卢先生为难。有这事？有，谢您对小姐很好，可府里人却没少给我家小姐脸色看。具体是谁？给我名字。我知错了，我愿意磕头认错的。哎，卢家竟没有尊卑不分的下人，今后更相干。徐知火他名声败坏，说他的又不止我一个。这是你的月钱，走吧。他这是对大小姐不敬啊。要不要我去？世子行事自有准则，别自作主张。当我没说。不管其他人怎么说，你是我卢家的儿媳，再遇到这种事情，直接告诉我。小叔平日对我多有照顾，我心里明白。还有事吗？这是做什么？这么多年，卢先生一直把我姐当做自家人，这情分，徐凤年不敢忘。我们卢家自有家风门规，不用你谢。那小侄就告辞了。我送他出城，稍后便回。稍等。初见面时，晚辈便说过，愿领教剑神的两袖青蛇。世子入住府内，若要动手，没有了待客之道。如今前辈要走，不知晚辈是否有幸与前辈切磋？